第四课，咱的英雄。捡到物件，交互什么人？厝边冤家，爱找什么人？这个人无闲几日，有时咧指挥交通，处理车祸，有时咧骑车巡逻，去掠歹人，无暝无日，守护咱的家伙，看顾咱的安全。伊是咱的英雄，互恁药，伊到底是啥物人？